来看高雄林园的南马地公园有介出名的海鲱蚵，最近是出现超过6万只的颠倒海鲱。不过这2天呢，所有人乌白乱弹10多粒的乌鱼头入到这个海鲱蚵内底，污染到水质。林园爱乡协会就讲，本地这湖面的湖边拢是这满满海鲱，即马数量有减少真济。你讲这边？伫等鱼头进前，遮规个满满拢是水母。对啊。协会人员顶礼拜也看到河边颠倒海鲱摆甲肥肥，不过这2天煞熊变安尼，细细无几只。林园爱乡协会人员烦恼，敢是顶天互人等10多粒的乌鱼头伫遮，规个水面铺真侪油，污染到水质。迄日水网协会职工紧通报市府，公园处嘛随派人将鱼头清掉，不过海鲱量也是有变较少。就是乌鱼嘛，就是那个油脂蛮多的，油脂也铺于电管。因为这水母是靠光合作用的生存的，油脂加减慢慢甲影响到，较早拢是岸边较济啊，所以自从安尼奇怪，这个岸边就较少看到水母虾。协会表示，公园的水源拢是靠附近的养殖户排出来水来维持，所以水质、水量拢无稳定，不过生态真好。虽然南马地公园有禁止民众摕物件来饲鱼啊，过去也捌有人无守规矩。第一要把皮无，这个皮不爱食，蛋的都要食的。其实它是一个善心，但是其实那样是不合乎生态原则啦。这是很特别的很稀有的，应该要让更多人知道，也要让更多人去保护它，维护这个环境。这个寒天，协会顶个月才调查，海鲱数量大约6万只，是去年的3倍。协会表示，可能因为今年的水量较济，过年期间可能会有游客来欣赏海鲱生态，要提醒民众，乌白饲鱼仔、掠鱼仔，按照高雄市公园管理治理条例，会当罚1000至6000块。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